大宝，不是你能穿点我喜欢看的？你喜欢看啥呀？你来点那个三国风，那多好看呢！古装啊。行，那你等我打完这把游戏吧。不是你玩啥呢？玩好几天了，我看你。玩的是三国魔力天下，一开局我就抽到诸葛亮，直接组成T0战队大皇主，直接乱秒，战功拿老多了，而且还可以自动铺路，一键预约打胜，跑步也能轻松玩。让我来抽卡试试，大宝。哎，大宝你还别说，抽起来真爽啊！太牛了，一直出金。每20抽宝点还不锁卡，而且9个月大点还会开启情侣主题服新服，有无证与签名照等多样好东西，更有貂蝉武将联动皮肤免费送。你这几手还想试什么？我去换衣服，你等会儿。怎么样？不是你啥意思啊？那你不让我换那民国风吗？我说的是三国，不是你他妈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去换。等会儿。